用这块海南黄花梨老药雕一个横财烟嘴，出门遇横财，财源滚滚，更是一种好运的象征。来自福建厦门的老铁定制的横财烟嘴，这款烟嘴更受广大网友喜爱，期待成品效果。花正盛開，夢醒再沒有存在，跳過千般愛，回到千般恨，誓約已經變童話，事已到此永難改。莫非世事常意外，讓我哭千遍，滴了千點淚，誓約已經永不存在。痴情往盡，永難繼續，但是未知天意何在。感慨，盼能有日，我嘅愛心有人替代。就算愛心變塵埃，命中注定也無奈。付過千般愛，在你手上。終信他回來。痴情往盡，永難繼續，但是未知天意何在。空餘感慨，盼能有日，我嘅愛心有人替代。就算愛心變塵埃，命中注定也無奈，付過千般愛，在你手上，如你暗中信他回來。夢裏百花正盛開，夢醒再沒有存在。付過千般愛，換到千般恨，誓約已經變童話，事已到此永難改。莫非世事常意外，讓我哭千遍。千點淚，誓約已經永不存在。痴情往盡，永難繼續，但是未知天意何在。空餘感慨，盼能有日，我嘅愛心有人替。就算愛心變塵埃，命中横財煙嘴的效果是這樣的，適合粗中細三用，也帶有2種過濾芯，
一种是活性炭滤芯，6毫米的活性炭滤芯可随时更换；另一种滤芯可以清洗，可重复使用。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找我定做。这2种滤芯哪种更好用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，期待下一个精彩作品。